Hello，大家好，多謝大家收聽7月天機斗數數據論恆指。今次嘅農曆嘅6月咧，會加埋呢個閏6月嘅上半，總共有45日嘅。咁即係話我哋成個7月咧都會喺農曆嘅6月同埋閏6月中間，要去到8月嘅8號咧先會完咗呢個叫農曆嘅6月，我哋叫癸月。癸月破軍星化祿，佢係一個可能有機會低位嘅反彈。貪狼星化忌，整體裏邊可能會有啲病毒啊、病菌啊、意外啊，甚至乎打仗啊，或者有啲破財，特別佢係破嗰個係偏財嚟嘅。所以會唔會比特幣嘅波幅會大啲？因為佢係偏財啊嘛，或者一啲高風險嘅投資股票會係個波幅大啲咧。咁所以我一直都咁講過，股市唔係一個好健康嘅一個狀態，仲要喺某一啲頂位度一陣間會再分析嘅。同埋我再講多次，今個月咧，特朗普咧個貪狼星化忌喺主要宮位係連續農曆6月、閏6月同埋農曆7月3個月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段時間大家喺個股市裏邊應該審慎，將個資金盡量減少咗先嘅。啱啱收市啦，收市就報24,072點啦嚇，跌211點收市啦。大陸都一路頂住成個上晝嘅嚇，但係就係期指結算、半年結算咁，我覺得有少少死頂嘅咁但係會唔會跟住都係頂咧？呢個都係一個我哋一陣再睇翻個比例圖上高咧，我哋再判斷。半年年結累積咧就升咗4012點啊嚇，淨係6月咧升782點，但係我哋計農曆月份嘅。咁講啦，當然其實特別1月都係其中升市嘅起步嚟嘅但係能唔能夠可以持續咧？咁一路恆指喺24,500到24,800有阻力，咁跟住又係點樣睇咧？我哋睇一睇翻圖表先。而家咧個10天線、20天線同埋呢個50天線咧係拉近咗個 curve 嘅，拉近咗個 curve。但係咧喺個半年年結咧，由1月1號開波到而家個半年年結咧，其實咁講啊，大家可以睇得到一樣嘢，就係喺24,800一次、24,500兩次，都係即刻插翻落嚟嘅。都係有啲陰燭隊落嚟嘅。咁而家再喺呢個位度橫行，係咪足以有好消息可以突破咧？個市升唔到就係跌㗎啦。咁而家有冇一啲好消息可以令到大突破，或者中美嘅會談裏邊會有啲咩嘅新轉展咧？我覺得係唔會㗎，因為7月咧之前咪有講過一件事咧，就係話嗰啲關稅嗰啲咧，咪拖到去7月5號，咪大家喺度計數嘅。跟住之後又話日本可能會地震，會唔會影響埋嘅？而家啲20天線、50天線就唔再係呢個理論㗎啦。但係都係嗰句，有啲嘢放生，突然之間有啲好轉，或者真係打仗或者唔打仗，當然對個市場會有一定嘅影響啦。但係問題，我覺得好消息咧，我覺得呢個月裏邊有好消息嘅機會咧，接近零嘅。我自己咁睇。咁即係話，其實我覺得我一路去睇呢個月嗰個股票咧，唔會突破到24,500至24,700，其實得幾百點㗎咋。我寫農曆嗰個月份運程係24,177，升400幾點就已經500點就已經係24,700㗎啦喎。咁但係我都覺得係唔會突破到嘅，升咗幾百點。咁即係話要回咗先再升。我自己心目中甚至乎回咗唔升住嘅。我再講多次，連續3個月測，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咁我而家咁睇有3日關鍵日，就係7月2號，即係話一開市嗰日有冇事，跟住之後22號同8月1號。再去到嗰個關鍵，因為我哋計個農曆月份裏邊去見嘅，咁所以其實應該月中冇問題嘅，月底好有機會咧有啲牙煙嘅嘢發生咧而大跌，同埋就係話究竟日本會唔會即係地震或者有啲災害性嘅影響整個市場啦？而家咧我自己咁樣睇嘅阿里巴巴咧係最值得買入嘅股票嚟嘅，但係我都講得切，已經審慎咗個市場。你買任何一隻股票，個市真係要跌嘅，咩嘢股票都係會跌嘅。但係如果下一轉嘅升市，因為上一次升市升佢港交所唔升㗎。平保升完之後又係唔升㗎，咁但係今次個市咧，大部分啲乜鬼嘢比亞迪、小米嗰啲繼續突破咗新高嘅，而佢咧係橫行咗嘅，係橫行，佢係累積緊一啲嘢爆上去嘅。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真係回落到23,000點附近，或者23,200附近，我哋唔理阿里巴巴乜嘢價，我哋都可以買。我覺得100蚊前後可以去買。咁我覺得呢個咧可以睇喺農曆7月咧做一次嘅中短線嘅投資嘅。咁但係我自己會唔會買？我而家冇持有任何股票。我自己我都講咗，我過晒成個月份，我一定會過8月9號先，因為我覺得即係10月20號、8月9號至10月20嗰個位太誇張，太陽月亮升破咧係太誇張，可能10月底我先會再買翻。但係如果大家想去做投資，你可以等呢一個位咯，等呢個位。咁希望俾到意見大家多謝咁耐嘢嘅支持。